那去等会儿过来。他们应该是去考察了一下，本来之前他们去过了罗马了嘛，为什么呢？现在吴家墨的跑第一个。这么早就开跳昨夜了，昨夜很热闹嘛，昨天晚上嘛。方向有点要掉下去哈。他还是分人吧，一般不会咬人的。他只是说看他心情好不好，看他心情好不好。他有些不认识的，比如他，但是他喜欢小朋友。他就是累哦，每天。不累啊，不累。对，第二不累。啊，那个小朋友都来了。哎，吴家墨的珍珍吗？大家好哦，加油！看手机拍一点，好像国内对这些现场表演哦，小朋友那些很少上镜嘛。Hello. 最好。加油！
手机不要了吗？走嘛，出来了。哎，这个衣服颜色第一次看到他穿的。永贞来了，永贞穿白色的。他们两个最喜欢在一起了。现在两个随时在比高矮。好高哦，三个。拍帅哥嘛，拍美女啊！我看他刚刚在拍永贞吧，好像。啊，拍王清。这两个谁是在一起？谁是在一起？那你亲姐妹。其实Hello就可以了，好美啊！两个打肩膀靠肩膀，这吴京状态还可以哦。每天的这个状态就是4只小老虎了，不是3只。薛真也来了，薛真和夏登是老乡啊，老乡小学同学好像是，他们是小学同学，这两个。这个搞忘了叫啥名字。
没问，主要是来的比较少。小路是哪个？前面啊？哎，刚刚还在呢。大城区，大城区，大城区，大城区。现在有点稀了。确诊也高，确诊我觉得比猪八还高一点。你看他没有穿高跟鞋嘛？你穿高跟鞋比吴京还高哎，比吴京还高一点点。和小灯比，小灯还高吧？确诊起码1.7米以上，我觉得。后面黑衣服不是什么。不是，有一首歌是跟那个赤诚露珠吗？啊，赤诚露珠，他搞忘了这个，咱们看播那个。每天晚上都要跳那首。
可以都跳得那么好。你说好吗？就是跟着节奏在跳。好了，昨晚上到家啊？昨晚今晚上也来了哇？啊？他们还要来？还有呢？马上来嘛？他们马上要过来了。小鹿很帅的那个，非常非常帅的那个，有可能在给永正直播吧，有可能吧，因为永正的手机有可能在外面直播，有可能在中间直播。他们3个在一起，看到没有？插起取针，插起取针要的那个是一个小熊，深红色的小熊。然后他们2个是要普通的鲜花。我今天在学校开运动会，我有时间的话，我应该去买点糖果啊，或者其他零食那些。我没时间去了，现在。哎，不是我说的啊。对面在地铁施工，地铁在施工啊，一直施工了2、3年了。欧姆嘛，应该是欧姆啊，是欧姆的。也是我那种啊，因为这是200块钱的那种，300是大爷，那种是200的。我估计一个里面应该是280左右的那种，然后外面报价应该是280左右。我们那种300的呢，应该在400块钱左右。音乐和那个施工的机械声是一样的啊。
每天都在伴奏。送花来了。好像是哦，到了。哇，
谢谢。看嘛，那边说话的又来了，应该他提前到了吧？叫他的拉一方的。啊，来吗？我不晓得，等会儿来噻，还没来噻。在弄嘛？没有，他说要来。我上次我们等会儿来，等会儿来嘛。昨天来时候人家都走。他水都买了是吧？我昨天他们穿的是便装。我买了很多水啊，等会儿要来。买的水。哪买的水？他们要来是准备的水。啊。哦，待会儿说。待会儿说嘛。又是这。给输了的。这王青给输了的，应该又是 PK 输了吗？现在流行 PK 输了就送雪花，这个比较实用。对 PK 就这个要双哈打吗？没有。电话都到了，然后他在旁边等一下，等他送过来。哎，怎么这一圈多一圈呢？这边你看，多了一圈，这边是这边最外面一圈，现在变成第二圈了。城市原生态锅庄，刚刚到成都没多久。哎，撞到一起喽！前面的嘛，前面都撞到一起了。三圈了，现在3圈了，看吧，都挤得不得了。多出来，对，可以多出来一圈。不上再拍。
不配美酒。山羊火鸡面，我搞完辣喽，买了几坨那个山羊火鸡面，给那个体能。
真是不是有玩抖音呢？输了赢的比较多，他粉丝涨得比较多，每天大概他说他有3000个新的粉丝吧，他之前2万个左右，现在是将近7万个吧，应该是。Every day have a new, about 3,000 people on board.00嘛，00的这个穿白衣服的，这个。他们三个在一起，最左边那个，最左边那个。哎，对，应该是那个。啊，对。啊，对，白色衣服。好了，不客气。8点50。我那个大音的那个很多啊。
这个对，举头那个，头那个，他就是走，就戴眼镜在后面那个嘛，他就是对，他抱头那个，他跳的是好。这个有点意思，来松尾吃的。小熊，又回到白色那个。上次有了独角兽，这次是一个小熊。
个苏啥子？苏拉吗？是啥子？不是。英文的是不是叫苏啥子？你搞那个这个，那个3个的。那要搞了，他们3个一起的。哪3个一起呢？哎，对，3个就是丁玲嘛，然后是徐峥嘛，还有那个就是梅朵嘛。是讲送的哪一个呢？梅朵，就这个后面那个，就这个。就中间穿的衣服不一样那个。对，粉色那个，就这个。哦，就是中间那个嘛。对，就那个，就这个，就这个，就那个粉色的。多少的？就在面前。他们3个一起的。这边没事儿，哎，这边，这儿。哎，他们今天不来了吗？不说那个哪群人不来吗？怎么人没影子呢？罗马那边也没去。周一来了，秋吉，他们几个终于到了。甩袖子那个，甩水袖那种，有点好看。人还没到啊，不知道咋回事嘛，谁都买了一堆在那儿，人都没到，不知道咋跑哪儿去了。分别是他是全是新加坡，都是新加坡的吗？他对，都是3个人吧？他们3个。你盯着我干嘛？你看前面嘛。慢点哦，打你了，不好意思哦。哎。
金刚舞啊。Wednesday， 忘了。也受不了了，这跳，不禁的受不了。哎，我你跑哪抽烟去了吗？哥哥早就来回去了，那个石轩和早就回去了，回去2-3天了。第二段。
哎，走了，跑罗马去了，干地铁去了。几点？今天10点。啊，这要放鸽子吗？居然那个那去了，他们团队没来，水都买了那么多。就是啊，不要。知道罗马去了。你看下来，应该没有吧？看一下吧，应该没有。他们自己走到那儿面去，慢慢走过去。他们都在看那个雾图。啊，呵呵。张小璐在外面直播，张小璐在外边，看嘛，举了个架子，举得好高，哇，举得那么高。
来了。他们今天不是？他哪去啊？我嘛。啊，真的去罗马去了？哦，他以为他是今晚来的嘛？没视频影响。结束了。真的吗？那不会有什么影响吗？啊，终于完了吧？
马老汉儿，对不老汉儿，对不老汉儿是啥个？对不老汉儿。打地鼠，打地鼠的，嘣嘣嘣打出来一个大一个。这个是新的，新的嘛，新的那个。好像是这个，那个好像是那个的徒弟是吧？那个。这3个好像是他的。搞清了吗？不知道啊，没注意。心动。曲主说这3个原生态是王谦的徒弟。
15个红包都是，感觉有点像。他完全休息了一段时间，他他刚刚没跳嘛，在休息。欢迎这骏马什么？挖土机，对面挖土机非常讨厌，试过了好多年了，2、3年了，2、3年了，试过了2、3年了。大家上小，又要开始跳舞了。不要跳啊，他们都不跳了，只有团队在跳现在。
看到9点半，9点33。直播。哦，看你的直播。关注了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成都 Plus。哦，成都 Plus。哦，成都 Plus 那个频道。天天都看。哦，好，谢谢。哦，我知道那个成都 Plus， 它有个频道。啊，说跳完吧，然后跳了就是跳完。今天咋回事啦？那跳9点40了。下棋要跳完，绕一圈。跳一上跳，都不想回家了。小新吗？新老师吗？是杜建燕那个吧？过一下。过了。小心的嘛，还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不小心一点，小心一点。不知道啊，应该是他来过1、2次这边，他还发了抖音的。这里买东西的啊，卖房子啊，茶楼广告都有，咖啡馆广告，卖房子的广告，对面是卖食品的，卖水的。哇塞，这边什么都有。
他们3个看嘛没事，温柔三人组。非常非常温柔的3人，又高，哇！谢谢。我们干嘛？这一号牌，好不客气。我再给你举个公吧。啊，不用，没那么，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谢啊，不用客气。也可以嘛，拍，反正也可以，他们都是他们自己的，就是。他们。拍一个吧。拍一张。得来，关键好。这边现在没关灯，现在没关灯。好吧，所以你们走嘛，往我这边走吧。拍了也可以，这边拍也可以，这边走也可以。光线非常好，可以。非常漂亮 ，nice， 谢谢。谢谢有新加坡的苏先生，我不知道有没有看，他们给你专门是大家做个合影吧，还很有意义的，是吧？你全部都在拍，3人组，温柔3人组，对，3个美女。哦，好了，没问题。我们的声音都说好一点点，说好一点点。这边还可以，还看得到。这边灯还没关，这个光线打去更好看一点。超级巴适，80的半。也就报了很多，我报了1500多了。我先把那个删了。3小老虎还有4人帮，4人帮是谁？就是说秋吉、扎西他们3只小老虎嘛。我把5金算上也可以啊，5金来的比较少啊。他们5金没有。不是每天他们像3个人跳那么积极。4人帮是丽丽、17啊，你说那个吗？摇和那个吗？那明天见，明天。然后17再送一个是美国网友纯祥的，因为他考研嘛，然后时间不多了，他们应该只有58天左右，他基本上就闭关了，他说要闭关，就不出门了。然后也不出来跳舞了，基本上每天都要补习，所以说他以后出来都有可能2周出来一次，我说没事，反正网友送礼嘛，没事，以后送也可以啊。我说像以前那个曲张错那种一样，夏天送不了，寒假的时候就暑假嘛，暑假送不了嘛，就等寒假的时候送一样嘛。谢。有点长，有点长，慢慢看。就是。对，有点长。我就是玲玲的粉丝太多了，很多。是你送的吗？你也送一个。我要送一个，但是其实我想送共产队长。他们平时路上买水没有，买水。
是要实际，是实际生活。我送给你，我太多了。还是要送你，送你，这太大了。那个小姑娘，对，我这个太大了，不好。太大了，不好。我是一个忠实观众，真的吗？忠实观众。我一直以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都是英文的。他们的官方都是简体中文。但是那个傅先生他要说中文华语。对，他们本来就是全部都从小就要学简体，都要说普通话。新加坡的语言英语和那个英语和中文，普通话和英语嘛为主。还有些还有印度那个语言，但是很少。他们那边印度人还比较多，印度可能占几。我以为他们官方语言是英文，我还说用英文给他回复。不用，他都是简体中文。太拉垮了，跟大陆一样的，都是简体中文。怪不得很多中国人出国的第一站都是选新加坡嘛因为新加坡就中文是沟通水平。对，没有那个没难，一点都不难。只是说他们那边现在移民那些门槛太高了，现在至少都要几百万美元到上千万美元吧。那个在挺好啊，我问一下我木的伤好没有？应该好了吧？生龙活虎的应该好了吧？这个是右边是吧？对，现在这边大。大。我一单机。对，我有个小伙子，有个中小他就发一单机。他网友问你上好没有？好了。这里面好了吗？对，好了，谢谢。这样中间可以帮我单机。他也没拿过来。手了好很多了，文木的伤好很多了。好很多了，有多少人啊？现在还有刚刚杀了好多了。哇，Hello。我这个。前面的版本还可以，但是那个帅还有一个给我。男生的话，这个帅这个。我们的伤基本上90%至少。打，先打这个。他现在你看他动作应该要好一些了。你现在随便活不乱跳的。送两好，半下还送两好。把那个调亮一点，把调0.3，再补点光，放风，还交流。对，生活中福州工作才是英语，对，主要在外交流是英语80%-90%。普通话应该70%-80%都会说吧。在罗马嘛，在罗马是不是？在罗马。啊。但是他们没跳。后来可能他没看。他们是自由活动。想跳就跳。有些人想跳就跳嘛。对。这就是今天收工了那种。对。就今天罗马那边天还在跳，他是没有他们那区的团队没有，就是想跳就跳，穿便装嘛，不跳也可以，没有要求你跳。这是谁的？啊？你的吗？你买一个吗？我不知道。哎，我家出没有嘛？那报下。是啊，有点湿哦。我报题有点湿，可能有点湿噻，你看。现在是湿的。骑得走吗？你出来了？不是我包的，我的还应该是，不是他的。那是他的。哎，你看到开学了？没有。开学他们讲也在嘛？也在。不是，也他的嘛。老王和平吗？那老王不是跟你去德国的？对。他是不是在德国还是直播？他现在有个叫他，我都在直播，我喊他直播。就你叫他的嘛？他讲。你在直播啊？他本来可以直播。他们在那儿，他们一起不是？你要新加坡吗？不成都我的。家就在那边，我不去那边。他说了。把他们走了。这是谁的？没人要吗？是小朋友的吗？
还有东西吧里面？哦，有小东西，有东西。这个是的。你放那儿吧，放，要么你拿走吧。看你小朋友啊。这个是小朋友的嘛？哎。好吧。